停车！东风，东风！大人别打脸！东风，别哭别哭，是我，你看，是我。嘿，芬妮，芬妮，不好意思啊，记者追得我很紧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见你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挺刺激的，好玩。哎，有件事儿，我真的挺生你的气啊。什么？你失踪那么久，你也不联系我，我也不看八卦杂志，完全不知道你在哪儿。哎呀，别生气了，我这回来第一个见的人可是你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哎，不走了吧？不走了，想家，想朋友了，也想回来拍个戏过把瘾。那你听说拐个皇帝不拍的事儿了吗？嗯，叶家破产，叶伯父失踪，叶伯只好撤资了，把钱都给了叶伯母和家里人。叶家申请了无国界医生去了非洲。那叶波呢？嗯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他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不过总在什么八卦杂志上看到他做头条，说他什么买醉啊、流浪街头啊，还在牛郎店打工。哎呀，你知道的，八卦记者嘛，就爱无中生有。他怎么可能去当牛郎呢？就他那身材，行了，他充其量就是只牛宝宝嘛。你别说那些好听的话安慰我了，反倒是我很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这腰好腿好精神好，吃嘛嘛香。行了，你就别跟我逞强了。李欢呢？找到他了吗？你还在等他？什么情况？车里的人请立刻下车！车里的人请立刻下车！你别害怕，我去看看。好，你去看一下。